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咱节目要分做两部分来讨论哦。第一部分是要讲到这个乌鹰直升机哦，今日伫咧这个紧急降落的时阵哦，嘛造成死伤。第二部分咱要来讨论就讲2020年哦，台湾野球新纪元啊。咱讲到今日是非常这个不幸哦，尤其第二天呢吼，就发生着这个。UH-60M 乌鹰直升机哦，伫咧这个新北市这个平南甲宜兰这个交界这个所在，直升机顶面有13个人，其中5个人互救起来，但是有8个人来不幸来遮过身啊吼。咱讲理念者咧包含着咱参谋总长辛一鸣甲3粒星这个将军啊吼，另外咧个这个这个将军拢伫遮吼来不幸来过身啊。到底代志是安怎？咱今日就要来好好讨论。首先，咱随便来连线吼，等下有2位来宾啊，做伙要来甲咱连线。第一位是咱的前飞官是姚志强，然后第二位是军事记者吴明杰啊。但是咱先带大家看讲军方是安怎说明这件代志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个空军救护队啊，一个新这个 U 型的直升机已驾，正驾驶是叶剑仪中校，是我们空军官校的91年班，副驾驶是这个刘正副上尉，官校101班。机工长是许宏斌士官长，那我们今天是执行总长这个春节慰问的行程，所以说除了这个3个机组员以外，上面有10个员是我们国防部的这个慰问的这个这些人员。我们在预计7点54的，记者们可以看从7点54从这边起飞，这是一个目视走廊，预划的航线是查理幺洞航线，保持高度3000尺以下的绝对高度。这是我们预定这个航路，在8点07分最后一次构联，最后光点距离中正港在328度7度17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消失。那目前的那个他们当时报的天气都是在云高是3000尺到4000尺以下，能见度都是非常良好的。首先，咱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部分是安怎发生的？咱先来看讲咱所经历这个图啦。第一张图，咱看到7点24分，有自这个上山机场来出发咯。8点7分的时阵，上尾一届联络就伫光点来消失咯。咱头头讲到新北市乌来山区本地哦，是要去进行着宜兰春节的这个慰问啦吼。尾下伫咧发现的这个位置是这个东后溪这个溪谷遮啦吼。咱要来请教，就是透过这个连线请教咱的前飞官，就是姚志强啦吼。咱来看讲这个。事这个原因吼，到底是啥物？咱先做回来请这个姚志强来先甲咱说明一下。好，大家好吼，飞机吼咧失事吼，敢若这3款的这个可能性吼，第一点就是人为的这个因素吼，这个错误；第二点就是气候的因素，过来就是机械的因素吼。即摆咧，咱即摆看这个天气的这个报告来讲吼，天气一般来讲。拢适合飞行，基本上是无啥物问题。过来，这只飞行的这个60的这个直升机呢，足先进的，伊有足济足好的这个科技甲这个航电的这个系统吼，会使来这个算讲来甲这个飞行斗3工，来这个避免一寡错误发生吼。但是呢，咱看这个即马失事的这个图来看呢，即马变成一球的废铁吼。真有可能就是讲，这个飞机是伫无法度控制的情形之下，可比讲弄山，还是讲去弄到这个涂骹，才会造成这个结果遮尔啊惨吼。第二点就讲，这个飞机任何的飞机啦也是这款的这个乌鹰的直升机若是机械故障伊拢会使唔免讲有这个动力的情形下，伊拢会使足顺利在几十秒的时间、10几秒的时间，拢会使平安的降落伫咧这个，比如讲山区内底，还是伫咧这个平地，还是伫这个任何所在基本上若是会控制的情形之下，应该是拢无问题。所以讲呢，这个人为的这个因素呢，可能是真大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人为这个因素呢？这就要等这个这个破毒了，才会知这个实际上原因。是，咱讲这个成军这个直升机，这个乌鹰这个部分伫去年10月才来成军敢是这个较少年这个成军的这个背景，才造成这个事的这个原因呢？
应该是讲这款的飞机是算讲经验足吼。是。第一点，这个科技是足先进的。所以讲这个甲这个飞机，我相信这可能性无大。而且讲比如讲美国做个战争，甚至美国前这总统的这个海军伊的这个飞机，拢有这款型的飞机。这个飞机来讲，应该是讲出来真久啊，一直在进化。所以讲，除了是这个机械故障吼，基本上咧操作顶面应该是无问题。过来就是讲，今仔日的任务是来载这个军的是上大的这个30千的这个将军吼。这个飞行员的素质甲这个伊的这个经验应该是足足，应该是免怀疑啦吼。是。这个来操作这个飞机甲这个飞行。基本上是足安全的。不过咱讲到这个机长哦，这是咱参谋总长3粒星的这个将军，这个新一名啦吼。过去咱嘛知伊是开幻象这个真优秀这个教官吼，伫这回不幸来过身哦。进前咱嘛知影这个姚大哥吼，甲伊有这个记接过啦吼。咱回顾伊过去吼，甲咱做伙这个过程，伊到底是什么款的这个人？这个新将军呢，伊是一个人足好。学习甲这个人品是足好的一个长官吼。伊的这届这个失事吼，我相信是国家吼，甲这个军的吼足大这个损失吼。伊的飞行甲伊的这个飞行的经验，甲伊的这个伫军的这个算讲规个这个经验吼，是够足的吼。伊的判断甲伊的这个反应，甲伊的这个学习，阮都讲啊，是算讲是。足难得一个足优秀的飞行员吼。即马这个足可惜就是讲，这个伊的一生来讲吼，伊这个飞行的这个技术甲这个经验拢足少啦吼。但是就是讲，今仔日伫咧这个出任务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这个行程来这个造成这个失事吼，我相信咱国家的这个，尤其是军中吼，一定是这个算讲咱讲的痛失英才。是，咱讲到这个新一名这个3粒星的这个将军啊吼，咱讲这回是要去春节来慰问这个军人啊吼。假使讲这个若毋是选举啊，有人讲说，若是讲是亲像这个英国安尼啦吼，其实春节的这个慰问吼，上悬拢是总统。这回是因为这个选举这个因素，才无法度来总统才。今仔才无伫这个直升机头顶，敢有这款的这个讲法咧？应该是讲，这个任何任务对这个正好的这个飞行机来讲吼，这直升机来讲吼，只要伊的这个维护甲保养无问题，气压无问题，吼，甲这个飞行员这专业性，甲伊的这个条件无问题，基本上是这拢唔是问题，吼。当然，这个关键这个将军吼，本来就即话这个正常爱去这个视察吼，也是讲这个行程拢有嘛吼。那基本上呢，因本来就是配备大细只的这个飞机来做这个行程的专机，来这个缩短这个时间吼，加这个缩短这个距离吼，来这达成这个任务吼。所以讲基本上甲这个任务甲顶面是坐啥物是无关系吼，甲这个飞机、甲这个操作、甲这个飞机的这个气候吼，面对这气候有绝对的关系。是。那么今日感谢这个姚志强这个朱强兄甲咱遮说明啦吼。另外，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哦，就是讲乌鹰直升机伊这个小档案是啥物啦吼？咱看到 UH-60M 这个小档案啦，看到讲咱合作是这个乌鹰直升机啦吼，是一种运兵型的这个机种，上悬的这个时速会当327公里啦吼，这个机身长度是20公尺啦吼，重量呢是差不多6191公斤，上远的这个飞行距离会当是583公里啦吼。这回咱知影伊是伫松山机场出发，但是伊消息的所在就是新北市这个乌来啦吼。咱看到伊这个这个配备吼，就是讲有真好这个改良这个部分啦吼。伊编制的是2007年到2008年哦，陆军天湾专案就是买到60台哦，拢总经费是847亿。马政府莫拉克洪灾了后嘛，85
带吼这个内政部的空中勤务总队来提升救援的这个量能啦吼。那么看到蔡政府85代吼空军救护队哦，嘛甲这个较过去哦，这个 S 怪动 C 啦吼，海鸥这个直升机啦吼，甲伊汰换去啦吼。继续咱要过来电话，再来看讲哦，其实乌鹰直升机哦，伊失事的这个事件嘛是真济，咱先做伙来看。陆军官兵坐 UH-60M 乌鹰直升机，去年10月30日，乌鹰直升机在台中举行全作战升空典礼，才度过2个月，7日早起，传出乌鹰直升机在新北市乌来山区紧急降落，机顶还有坐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拢总13个人。军事专家指出，乌鹰直升机在真济国家用途真多，品格嘛拢袂歹。它这个用途比较广泛，那包括像运兵啊、运送物资啊。还有像搜救，那甚至有一些经过特别改装以后，它还可以进行一些特战突击。这个型直升机，它的综合可靠性、性能来讲，还是比较受到各国军方的这个肯定和重视。国军伫2008年向美国采购60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其中陆军保留30架，空军有15架，另外15架移交内政部空军总队使用。2018年2月份，执行红头树接送病人不幸滑落海，造成6个人死亡，都是空勤总队乌鹰直升机。另外，2016年1月份，嘛包有一架乌鹰直升机，伫执行飞行训练的时阵，因为传动箱无正常，到警告灯，都要伫台中市区紧急降落。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这摆的原因该等进一步调查。那架直升机是空勤总队的，这一次的是军方直升机。这个虽然说空勤总队直升机也是由这个军方借给他们，可是问题是你操作人员不同，这个东西就又不一样了。红头树这件事故调查报告指出是空勤总队训练不够，军事专家嘛认为每一件意外拢要看训练报告来认定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去年10月底哦，这个乌鹰直升机才伫咧这个台中成立做一支军啦吼，要负责着这个空中的这个攻击啊吼，咱嘛看到这个运补的这个部分啊，含这个战场这个顶面哦救援等等这个工课。不过咧，咱头段嘛讲到这个意外是正来发生。念起咧，咱即摆随便来连线着讲咧，这个军事记者吴明杰哦，要来甲咱讲这个乌鹰直升机过去佫有发生过什么这个事件，咱来做伙听一下。那黑鹰直升机应该是咱算达美国买上新的直升机啊，伊的设备是算是足先进吼，嘛是算真好的这个装备吼。伊顶头吼就配备一寡，比如讲这以早 UH-1H 直升机这旧直升机无的吼，比如讲有 GPS 的这个定位系统哈，完了有自动导航哈，有自动定向仪哈，还有这个移降的定向仪哈，自动移降定向仪哈。伊个夜间呐要飞行哈。伊早场 UH-1H 伊夜间飞行是足危险的吼，不过即马这黑鹰直升机有前视红外线的显示仪吼，叫做这 FLIR 吼，叫做高科技的装备吼，所以这型黑鹰直升机本来就是美军咧讲，伊除了运输作用吼，这修整的时阵吼，伊会使低空渗透吼，会使做进行特战的这功能吼。2018年其实有一摆吼，因为伊是15架迄个空勤总队吼，伊半暝吼。因为兰屿有这个病患吼，要紧急要护送到台湾本岛吼，所以应该是暗时飞。暗时飞迄届吼，等于讲因为兰屿吼，迄较空旷吼，所以伊的迄个乱流吼足强的吼，所以迄届根据迄个黑暗会事后的调查吼，迄届迄个黑鹰直升机吼，伊坠毁吼，迄届是足严重的吼，等于有6个人伫这机顶是拢失踪吼，后来就是等于讲死亡吼。这个代志嘛，毋是讲敢台湾发生吼，日本甲美军吼，这2年嘛是有发生吼，前3年2017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吼，伊的迄个海用型的黑鹰吼嘛是有坠毁过，美军嘛是伫包含伫这个北非战区吼，这个各以美国本土吼嘛是拢有黑鹰直升机，因为机械故障因素嘛，有天候人为因素嘛，有拢有坠毁吼。
详细这个原因嘛，还佫待调查啦。不过咱来看到讲吼，这个乌鹰直升机头顶的13人这个名单，咱看到这个罹难者的这个部分哦，咱头讲到参谋总长新一名这个365的这个将军啦吼，另外还佫有侪这个正副驾驶啦吼，拢是伫这回不幸来罹难。咱看到生还者这个名单啦吼，嘛继续要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甲因鼓励啦吼，就是讲遮遐咧这个受伤这个部分啦吼，会当互因赶紧好起来。咱要来换一个心情来看到讲2020年啦，咱讲到这个野球伫台湾吼，嘛是有一个大变动啦吼。先带大家来看讲咱的报道。乐天桃园一级军本土教练一提出来，开台湾一棒第一例，因为郭建林、吴俊良对红一中转向副帮悍将，总教练詹和古甲领队刘介廷参详竞选，决定无必说首席教练。我们是一个 team， 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各自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团体发挥更好。无首席教练无受影响，詹后古也认为教练团成员大部分是南纽甲南美国退役球员，无问题。领队刘介廷也承认，好佳在教练团无斗阵转台，啊若无死也剩半条命。过去南美的团队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传统跟优势，就是这支球队其实上下还蛮团结的。在这16年的球队，我唯一的只有2个字：不舍。2017年被原队释出，2006甲2008效力一支乐天的林英杰，新球季做一军有名教练，将副帮悍将首席教练刘金华做二军总教练，两人讲要做好占好久的后盾。台湾人说这2年期间学到了蛮多的东西，那就是怎么去带选手，然后怎么去训练选手。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选手的心理素质要提升。桃园教练团被动式大换会，红一中初中副帮悍将教练团也要大洗牌，因为中信兄弟可能学客座教练王建民团一阵仔，初3拜5副帮教练团记者会可能对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是要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2020年，咱讲台湾这个野球哦。嘛，今年嘛爱讨论到这个奥运啊吼，是不是会当争取到这张门票啦？啊，不过进前咱先要来讲到这个乐天啊吼，接手到这个桃园队啦吼。这不顶，咱阁邀请到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台湾野球改革联盟发言人蔡碧文。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体育主播钱定万。大家好，大家安。第三位同款嘛是咱的体育主播陈宏仪，啾啾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咱想要来邀请这个碧文啊吼，来甲咱解说讲这个乐天啊吼，接手着这个桃园队啦。过去咱讲桃园队已经是咱这个10当来哦上称的一支球队啊啦吼。啊，这回和乐天接起，你的这个看法是正面的，还是讲伊佫有较这个爱加油的这个空间呢？咱先来看这个球团，这乐天这届接手的这个背景啦。是。乐天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吼，伊咱对伊印象吼上深的这个所在是伫咧伊正经吼，伫咧日本的职棒吼，日本的职业野球的这个部分。可是讲实在，伊嘛算做是讲伫咧一个日本职棒这个所在内底来讲嘛，算一个新的球团哦。因为伊即马差不多嘛，差不多10几档的时间，10几档的14档、15档的时间。伊是伫咧2004年，我先讲这个代志背景吼。2004年，吼日本职棒吼有2支球队，吼迄个时阵吼，因为2支球队要合并，合并啊，一支叫做欧力士，一支叫做近铁，这2支球队要合并。合并了后，有一半球员迄个时阵是一个无工课的状态，吼迄个时阵原在一开始有另外一间公司讲要接，可是迄日本职棒有一个所谓叫做球团会议，这就是所有球团的头家开会来看这个公司到底合格无？啊，结果迄原在有一间公司叫 Liftor，迄个时阵无入来，后来乐天入来了后，就是三木谷这个头家吼，伊就讲好，安尼我来接手，伊咧东北设立所谓这乐天精英这个球队吼，我想讲可能。伫咧台湾有看日本职棒的吼，这球迷吼，可能讲拢熟悉吼啊。咱即摆这所谓乐天桃园队，乐天桃园队这内底有一个
教练，其实正正嘛是伫这个乐天的这个球队内底，就是林英杰这个教练啊，伊嘛正正嘛是伫这个球队内底。是。啊，讲到乐天这个球队吼，这公司其实嘛足趣味的。伊是本身是做电商起家电商啊。伊除了讲即摆吼伫日本有这职业棒球的球团了以外，佫有骹球的球团。伊这骹球的球团叫做神户胜利船伫日本新河的这个所在。讲实在，伊是乐天这个公司是多方面多角度经营这个球团并且讲这有一个代志爱甲大家小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感觉讲这届乐天会遮积极来接手这个桃园的南美国这个原因。原因是讲伊伫顶年2019年今年伊除了讲伊接到伫日本摕到新的电信的执照，以外伫台湾这部分嘛伊嘛摕到这网络银行的这执照，所以讲伊为什么选伫这个时间入来？原因伊需要一个较有知名度的一个品牌来帮伊做宣传。所以讲我感觉伊即摆接近，确定要接手原因是安尼。是，嘛拄好着迄当阵拄着即个南美国，迄当阵要卖啦吼，所以即个原因拄好斗爸爸，两个人就聚集起来。不过咱讲到即个战代志啦吼，对即个台湾队是好也是毋好啦，因为讲即个真济即个教练团吼嘛伫即回然后大洗牌啦吼。咱讲过去南美国带甲遮好，嘛是因为即个洪忠啦吼，即个教练啦吼，即回要去。即个富邦悍将其实对着即个讲，咱讲着，其实伊带队带到遐尔好，其实这球员即个向心力嘛，向着即个洪忠教练但是讲即回向乌了，对这乐天来讲会有影响无？咱请陈 Sir。影响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啦，但是这是偌大吼，到今年真正比赛开始了才会知啦。少年的有机会会当起来，洪忠的伊起码是会当讲是国内成绩上好的总教练嘛。但是人才永远就是一个野球职业运动上重要的这个人才库吼。咱即马今年的冬天看到，哇，这各队的教练伫遐呢搬来搬去，大风吹。洪忠的来富邦，王建民去中信，感谢黄甘霖嘛为统一离开，要来富邦。是，即马是咧抢，这个教练是。但是我认为这个日本人要来台湾投资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因为人才啦。我拄仔讲人才。是。各位敢知影，即马咱的差不多伫青少帮甲高中这个中间的台湾囡仔伫日本读册，准备要拍野球的有偌济？有偌济？真正是介济。咱看今年12强内底是张毅，张毅的表兄杨代刚是陈冠宇，因拢是行这条路的。台湾的野球今年已经是第31年了。介济选手，第一代选手的后生，即马拢出来了。是王光辉的囝王威成，即马嘛是选国手啊，伫中信。台湾一直拢有介好的这个少年囡仔伫遐。是。这个选手呢，坦白讲，伫即马咱台湾有限的这个市场内底真正会当有发挥的，无一定拢会带，拢会使啦吼。最近年底了，年底介济普罗野球的球队拢会放一寡选手出来。是。前几工一个中信的选手去互放出来，才22岁尔，都已经无头路啊。是。所以有日本的球队要来台湾，我的想法是讲，那会当互少年囡仔有另外一条路，会当去日本。因为你即马伫台湾，伊球队若成立了后呢，伊的球探，就会当就来台湾看选手啊。是。台湾的青帮，即马伫11月逐年伫差不多年尾即个时阵就是咱的台湾的青帮伫遐拍，你敢知影有偌济
球探来台湾看，是美国的、日本的拢伫遐看。啊，即马有真正有一个职业队底下了，伊看台湾的选手就变做顺理成章啊嘛，当然的代志啊嘛。啊，台湾的囡仔若有加一条路会当去日本拍球，伊若有迄个兴趣啦，吼，伊的是大人若有即个兴趣嘛，感觉这是一个后摆会当去想的代志，有啥毋好？人才安尼流动其实是介好的代志啊。是，所以对这个我想讲这是应该是以另外一个想法啦，正面的来看啦吼。但是咱来回过头来看，讲其实若是讲这个球员真早吼，来像国中还是高中，就去日本来发展啊吼，对台湾这个青少棒，敢会变成一个断战呢？我感觉全世界网拢要拍开。好的选手就应该有更好的更好的地方去，更较好的所在。美国，你若讲王建民，当初迄个美国的普罗野球看到哦，郭泓志、曹景辉，因拢去美国。是啊，其实台湾的拍野球的选手哦，真正是介济。咱的基层的球队哦，逐年有介济选手，其实有兴趣行这条路。是，所以若有搁较侪机会互因，这毋是歹代志啦，我来想，毋是歹代志啦。啊，其实咱头拄仔讲到这个教练团大这个失败啦吼，啊，其实这个球员的这个部分啊，权益要安怎这个维护咧吼，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吼。继续咱要来先请教咱舅舅麦啦吼，就是讲咱看到亲像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洪忠教练吼，要去富邦啦吼，啊，中信亲像王建民安尼这个大人物要去这个中信啦吼，啊，其实咱要来看讲，其实咱较早吼，拢有这个这个伫外国拍了真好的这个部分吼，买手可能是因为这个受伤这个问题，这个因这个球员的权益，咱看到美国做真好啊，啊，咱台湾伫即地可能也这个权益这个部分也佫无遐尔深啦吼，是安怎看咧？是，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这个拍球的囡仔，其实拢爱开始出真细致啦，因为咱球员的这个运动的生命其实无遐长，哦，随时有一寡意外死甲差，可能讲你的生命，你的做球员的生命就登去啊，安尼。所以我感觉讲，有较侪球队对咱台湾的棒球想要出力，这对咱台湾棒球绝对是好代志。但我是感觉讲，头拄仔讲着讲这乐天去买南美国对咱台湾的这个棒球到底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我感觉应该绝对是好代志啦，因为我感觉讲一间公司啊，有要去有人买去，咱先看讲家己买这间公司有比你本身较大无？第一，第二。伊对你要做的代志有心无？这是第二点。但我感觉这两点其实这个乐天拢算讲是有通过啦。因为第一个伊的这个本业，乐天的本业其实伊的这个电商一定是比南美国本身更较大啦。啊，第二就是讲因对这个棒球因有一个情目。这我看这是嘛无需要去解说啊，因为这个东北乐天金鹫，其实伫日本因算讲是这。主场经营了上好的球队之一，啊，因毋若讲主场经营好，因其实这个甲球迷因的关系嘛经营了就好。啊，啥哪会安尼？主要就是因为讲乐天这间公司啊，因对这体育是真重视。因为你看，毋若是棒球啦，其实伫 NBA 啦，还是讲伫西甲，其实。迄个西甲这个巴萨，还是讲咧 NBA 的金州勇士，其实因球衫头前拢有。乐天的这赞助啦，所以代表讲，因这间公司对体育是真重视。啊，第二就因的主场，因为这个主场经营安怎说讲成功呢？就是讲，其实因有一个概念来讲，因要改因的主场，因为最重要就讲，其实日本真侪球队想要对因的这个球场做一寡改善，做一寡设计，但是唔是每一间球场伊的经营权拢伫咧球队的手头。啊，拄啊好，乐天是真好，因为这个工程球场因的。主场的经营权拄啊好，就是这个球团在控制，所以讲因每一年拢会做一寡改善，做一寡改变。这是讲伫日本职棒来说讲是无讲介济支这个球队会使做这款的代志啦。啊，乐天拄啊好是会使安尼去经营因的主场的。啊，因的主场咧，就讲因是一个园区啦，甲儿童乐园。因为你来拍球，因为棒球其实这个比赛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伊是一个家庭的活动，对嘛是个体验，所以讲因为这个园区内底吼有一寡咧摩天轮啊，是讲旋转木马，头啊讲囡仔来拍球，大人看拍球，囡仔除了看拍球，可以使来遮佚佗，啊，大家创造一寡记忆，这种是真好的经验。啊，拄啊好甲南美国因
这个主场经营，证明嘛是已经上强的实力，而且做一个结合，我讲是一件好代志。咱过去咧讨论讲，这个南美国要卖时阵有一种概念，就是讲，这个其他的这个资金来投入啦吼，啊领队嘛是由这个刘介人来继续看啦吼，嘛是一种这个新的这个概念，新的这个实行的这个部分。咱来想讲，这个乐天啦吼，伊这个背景，咱先搁带大家来做为个了解一下。咱讲头拄啊，这个1997年哦，咱山木谷浩史哦创办这个。Rakuten 啦吼，株式会社啦，经营着网络电商这个平台乐天的市场啦吼。啊，2004年成立着东北乐天经营哦，来进军着日本的这个一帮啦吼。啊，2007年甲统一合资成立台湾乐天市场啦吼。所以这个背景嘛是真重要，有甲这个记者。啊，毋过咱知影统一嘛是有家己这个球队啊吼。所以这回家己吼，着这个顺网络银行这个执照吼，来接手着南美国成立乐天桃园进军着这个台湾的这一帮啦吼，咱讲全球这个会员差不多13亿个这个人啦吼，这个连一年营业这个金额差不多是1.1条啦吼，这个一票差不多是3000亿个这个代票啦吼，就是讲这个因为这个资金真正是真丰富啦。啊，咱过去咧讲吼，这个台湾。中华职棒也好啦吼，要成立第5支球队还是第6支球队啦吼，有这种声音的时阵，可能就是一支球队搁要经营无落去啊，吼，就是安尼，这个魔咒伫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啊，这回咱讲魏全龙这个美传吼，这个今年嘛咧拍2军啊吼，所以咱嘛希望第5队这个成立，因为愈侪队拍这个高阵的这个组合才好看。啊，但是讲第5队还是第6队，对台湾来讲。这个可能性呢，因为咱即摆讲这个落地啊，真正有够深啊。咱即阵吼，这个中信也好啦吼，富邦啦吼，啊，个这个乐天啦，拢是银行背景的吼。这个落地啊，真正有够深，你唔才有法度来经营咱这个职业棒球啦吼。啊，咱讲这统一伊本这个本业就是做甲真清吼。所以讲这咱这个成立第5支队还是第6支队，台湾的困境是伫倒位？我感觉伫这个问题，我因为拄则2位主播拢讲啊足乐观的，我感觉讲这以后咱因为这新的这职业球团入来了，会使变啊更加好。可是我想要，我讲实在有担忧。为啥？我想要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咱即马台湾的这职业棒球的球迷当年的平均的这入场看比赛的这人数到底是毋是已经到一个顶啊？到一个坎顶嘛？因为讲我知影，我遮所知影的是2016年，迄个时阵是8000人左右，8000人左右了后，就无搁去了，无搁去了，啊，搁缓啊安尼落落来哦。是，虽然讲今年有这所谓的这6强1，这国际赛，搁有。这8月份这奥运啊，虽然讲奥运咱到底会使拍入去拍这门票，佫唔知是，佫较来就讲着，明年有这 WBC 的这个比赛，虽然讲咱大家拢想讲啊，有这国际赛会使增加加持，会使增加这人数，会使加一个所谓的特效药，可是讲。咱讲到一个这职业球团，伊真正竞争的，伊是一个伫咧世界，甲所有世界这咱讲的所有的这娱乐的这产业咧竞争。这伫咧这环境以来，到底台湾所做的这行销啦、宣传啦，这亲像咱拄则最摆嘛有讲到嘛，就是讲咱球团的这球场外口，咱到底会使做把安怎看来体验？安怎体验经营？虽然讲我先讲吼，虽然讲咱过去咱拢讲到南美国这支球团伊是足介高精、足介高精经营的，可是换到乐天这个公司了后，虽然讲大家想讲日本公司嘛，可能有一寡无较共款的物件会入来，可是这个时阵就出现一个问题，票价提悬，提悬这一个问题。过来第二个问题是啥？第二个问题是讲，伊所互球迷这物件到底有，咱讲这物件爱合口味嘛？这口味敢有合台湾的球迷？虽然讲以南美国以前讲有所谓的这日本应援日，日本的这可能有这日本的球团啊，有一寡吉祥物啊，有办活动安尼吼入来啊，可能
短短的时间，吼，迄球袂有新鲜的感觉。可是你若扭长期来看，哦，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观察。第三个上重要的，就是讲，咱讲因为教练团即马有变化，选手无变化，可是教练团有变化。这个时阵，咱嘛知影嘛，南美国连续3年拢摕着总冠军，到今年乐天入来。刚刚有可能因为新的教练，结果球员同款状况安尼，维持掉，这嘛是可能爱考虑的。所以讲，大家可能拄开始看，一定啦，因为讲我今仔日嘛看新闻，讲因为刘介廷领队嘛是讲因为今年的预算较悬，所以讲咱会使请较好的这洋将。可是问题是讲。咱也是要看这本土的，这选手到底有啥物表现，才有可能看个比即摆后壁的战绩啊，对，到底是安那？我是感觉讲，这可能拢是这个时间，可能咱大家爱小观察的所在。有影啦吼，咱来看讲已经这个31档啊吼，中华职棒啊，这棒球，咱台湾这个部分嘛行到这个坎站来啊，这回有这个新的这个球团啊，日本的这个元素入来，其实咱进前嘛有这个一支球队哦，伫咧这 Okinawa 吼。有要想要入来嘛是去用冻掉，但是这回咱看到这个乐天会当入来嘛是一站对于台湾来讲是一站好的这个部分啊吼，但是伊买手这个效应是安怎，咱继续来观察。咱就先要来带大家回顾讲吼，伫咧2010年代啦吼，就是2010年到2019年哦，所有这个中华职棒所有经过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这个蓝鸟哦，这个真正是。伫这个高雄啊，较早嘛是经营了袂歹啦吼，刷来到这个桃园啦吼，改名做南美国桃园。咱看到2012年哦，即当阵这个兴隆啦吼，过去这个兴隆牛变做是义大犀牛啦吼，就是互叫这个宜联基集团来买去啦吼，当阵嘛请到亲像这个 Many 即款的这个大将吼来到遮啦吼，毋过过去就是讲兴隆吼因。本地要拍这个本土化、全本土化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有淡薄理念有小争差去啦吼。咱看到2013年嘛是一个大这个交易啦吼，就是讲这个较早红价吼卖这个兄弟啦吼，卖互这个中信集团啦吼。咱看到2015年的这个部分嘛是林志胜哦，这个大师兄啦吼，伊是头一个行使着这个自由球员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2016年，咱的这个陈金峰嘛来退休啦吼。义大犀牛迄年咧嘛，义大犀牛佫卖互富邦啦吼。咱讲到兴隆甲义大犀牛，这个转卖这个过程嘛是定塔啦。咱看到2017年这个球员工会哦。向中华职业棒球哦提出着团体合约这个协商啦，过来看到是2018年嘛是一个大这个棒球的这个一个名星来退休，就是泰山啦吼。咱看到2019年咧为这个美传啦吼来宣布来登，过来咱看到这个日军啊，2021年才要来出赛，今年咧嘛有这个恰来退休，南美国桃园队咧卖互这个日本的电商，变做是乐天桃园啦吼，洪一中转任富邦的这个总教练。安尼看起来，其实这10档来有影是精彩啦吼，但是要安怎来讲吼，或者这个球队较稳定淡薄啦吼，嘛是因为这回咱看到中华职棒吼嘛要办这个国际赛嘛，甲过去较无共款啦吼，就是讲主家也是讲球员有一寡权利啦吼，有咧讲参加国际赛对因的这个选手可能要两边走，可能嘛会记载袂掉啦吼，有这种声音出现，前色你安怎看咧？这一定会安尼啦，因为若讲明年今年，佮要拍6强1来摕东京奥运的上尾一张的门票，对于选手来讲，较现实的就是中华职棒今年3月14就要开战咯，4月份要停赛来准备这个比赛国际赛，对于选手来讲。伊一定会感觉伊的心哦，足忝的，球季必须要提早足早就开始啊，啪，规年拢安尼经咧，若讲咱会当摕到去东京的门票，佮愈经继续拍，这个心情绝对会当了解啦。但是对选手来讲，会当代表咱的国家，代表台湾。去拍上高站的比赛，这当然拢是好的代志啦。对台湾的野球来讲，嘛是有加分的效果。所以，但是对
对球团来讲哦，伊惊的就是恁受伤嘛。啊，有影。选手是球队因的资产，有影。好，你上惊的就是你受伤。啊，所以一定要有盖好的制度啦。是。所以我感觉讲，既然是上高战的比赛，哦，不管是经典赛，不管是拍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好中华职棒来负责就好啊。是。安尼是上最直接的啦。因为伊上知影讲安怎去保护因的选手嘛，这些选手拢是阮各位头家的资产啊，对不？所以选手伊若讲你各方面会当互伊没有后顾之忧，伊就较敢去放手去拍。是。所以我感觉是讲娱乐产业啊，拄啊咱讲你若口袋无够深，这个产业免入来啦。对于观众朋友来讲，嘛是同款。是，因为伊终究是娱乐产业。所以如果若讲咱这个职棒要个愈好，大家的裤袋啊，你的裤袋啊必须要爱够深嘞。即卖门票，你讲要摕悬，无简单。但是若无摕悬，球团记载袂掉。老价离开的时阵讲，因经营南美国16年，了16亿，一年1亿，是，因的企业挡袂掉。当然啦，后摆即几个大企业可能较记载会掉啦。但是当年安尼若了咧，伊嘛会升啊，对不？嘛起升哦。大企业所以对台湾的野球来讲，咱一定爱讲，咱观众朋友家己嘛爱落地爱够深嘛，嘛是有这个心爱去支持啦。对，所以这个国际赛的带动，敢有法度来带动咱这个中华职棒。一定。哦，你也看迄个周期，迄年国际赛的成绩若好，是观众的人数就会增加。哦，啊那国际赛的成绩较歹，迄人数就会较落来。但是会进步，拄啊伊讲到，差不多就是安尼啊。2016年这个8000人，这个对，迄就是即马是讲天花板啊，是，迄一个抗战皮啊，这个天崩的啊。啊，你若讲要让球队会当有营收，会当趁钱，你还得要想讲，但是门票提高，啊不就是转播权利金拉高，这两个即马看起来拢介困难，都不太容易，无啥简单。是，这两个球团上最重要的收入都无啥简单。所以。咱要过来问九九麦啦，伊讲过去咱有报这个中华职棒啦，但是咱这个可能经营这个部分嘛有去做一寡选择，你感觉这个选择是啥物咧？你是讲伫咧中华职棒的球队吗？对对对。我感觉讲其实确实像咱这个南美国的这老家所讲的啦，就讲因退出了后，其实咱中华职棒可能就已经无空间互中小企业去经营啦。是。因为确实讲你一年收入会对。毋过讲，就算讲是中小企业来讲，确实讲是足重的一个负担啦。就讲以前兄弟做饭店的嘛是挡袂掉啊。是。所以代表讲，即马代表讲你就是那地啊较深的啦，爱有把库的，都爱做这个经营球队啦。但是我嘛感觉讲，嘛代表讲即马咱个老的中华职棒内底经营球队的这个企业，就算讲拢是这个大企业啦、金控啦，还是讲这统一本身伊就做了真好啊，做足久啊。所以就要讲即马主要就是讲咱嘛算足好运，有遮有新的企业，愿意讲徛出来来替咱台湾棒球出一份力。所以我刚讲主要大家嘛是爱互因鼓励啦，我感觉讲大家鼓励，大家支持，啊，咱的这个因为中华职棒嘛，算讲是一个像头前所讲的说一个娱乐事业，一个事业，那事业要经营落去，观众就是最重要的，球迷就是最重要的吼，大家对因的支持。啊，唔通讲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球迷也有一个这使用者付费的精神啦，这一定爱有的啦。吼，你要讲这个棒球，这联名要继续经营落去，你其实你在地，你球迷你来个支持嘛。所以讲，大家拢爱这个心态，拢爱有一个理解，爱改变。有影啦吼，咱头拄仔这个前设嘛有讲到吼，这个。球员本身是一个资产啊，受伤落去真正是拍算去。啊，咱要讲到就是讲到国际赛吼，对球员这个受伤有可能。啊，即阵咱安尼听起来，
有去咱牵手报这个棒球嘛，啊，咱嘛有去做一寡采访，这球员去参赛，这个意愿有悬无？还是讲有诶，抑个咧思考可能伫咧？我感觉是安尼啦。确定是中华职棒来负责了后呢，因的心会较定啦吼。啊，即马就讲中教练是啥人？啊，即马洪中伊讲伊无爱接，伊无爱接，吼。啊，所以像有法度去讲，拜托洪中你出来，你出来，你搁出来，拜托搁请伊出来，搁请伊出来。啊，若无看谁要出来？是，吼。搁中教练若搁确定落，我相信选手的心会搁愈定，特别扑啊，对，因为停赛迄2礼拜，已经决定啊嘛，是要停止比赛，然后让选手来专心全力来拍6强1的比赛嘛。是，所以心爱先定啦。咱的问题一定有，但是咱的问题呢，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抢这张门票的嘛有，拢有，但是就是看谁的心较定，较定啊，谁的迄个要赢的迄个心较强。是，啊，伫台湾拍，咱有。咱主场的优势嘛，是无？所以只有选手大概出场了，就是要甲你吞落，要甲你拍落，我就是甲你踢只落我就是好，要甲你赢。咱有时间，因为你看12强的时阵，险，咱赢韩国呢，赢澳洲呢，哇！结果迄场亚洲的票，去互韩国客，你会气呗？你会记得赢呗？赢到要死，是毋是安尼？所以咱伫奥运遐这个拼转啊，系啊，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安怎取到这个6抢1了，这个奥运这个门票啦吼，咱看到讲过去咱是这个12强这个部分啦吼，咱是排第5名，头拄咱嘛有讲到。嘛是真可惜，因为咱赢韩国，啊韩国去互伊摕到这个第2名，无缘摕到这个门票啦吼，所以为了这个资格赛咧，就是伫6抢1啦吼。若是讲伫美洲这个第23名吼，3月来举行，啊欧洲甲非洲区哦是第2名是荷兰啦吼，啊大洋洲内底哦是第1名澳洲吼，啊伫这个对阵内底哦取到冠军吼，才有法度取到这张门票。咱继续请到啾麦啦，这张门票。敢有好摕？愈来愈难，愈来愈难。我确实是安尼，我刚刚讲伫12强的时阵是咱上好的机会，上好的机会。迄时阵这个士气上悬，啊，讲的这个球员的这个水准嘛是上平均的一届啦。啊，当然6强1伫咱台湾拍，这咱有主场的优势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对，虽然讲我感觉这个中华职棒真有心，甲这个赛程拢甲停起来吼，有小可做改变来配合即届的这6强1，但是我感觉讲对职业球员因的准备，一年的这个球季的准备，其实迄是一个中长期啦，对吧？就讲一个 routine 啦，一个逐年拢固定的一个方式，你甲提早1礼拜。来讲，甲看一下，然后1礼拜，其实对球员来讲拢是一个负担啦。不管是这个身体还是心内负担，拢是最大的。所以我感觉讲。因为这毋是讲这算数学，讲啊，我甲这时间改啊，这时间哦，你若无代志，你来拍这国际赛，应该嘛在表现真好吧？我讲其实这人毋是机器，啊，球员因拢有一个家己的准备的节奏，啊，临时来改，我感觉其实无遐简单。是啦，所以咱讲到2020年哦4月6抢1这个资格赛，然后无论是对着谁，咱就是一定决心爱来赢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碧文啦吼，咱讲到这个。咱嘛是这个改革联盟这部分嘛吼，这回咱讲这个甲国际赛 QQ 咧，和这个中华职棒班，你的看法应该是较正面的嘛，还是够谣言存在？因为进前吼，虽然讲这中华职棒遮有咧已经接手吼，这国际赛这所谓的主训赛这部分，可是选手的权益吼，我想讲这是咱大家。嘛，最重视的吼，正经吼，伫个这国体法还未改变正经吼，选手吼，若是讲伊去参加国际赛，伊若中途若受伤，啊，这过程吼，伊可能要养伤嘛，可能要调整嘛，可能讲要复健啊，这部分是无保险，吼，因为以前拢讲这所谓的永久失能险，就讲你。永久无法度搁做你即摆这个工课，啊，你才有法度摕到这保险的这赔偿啊保险金。后来因为国体法吼，迄个修法了后，吼，就有这所谓暂时失能险这部分吼，就是讲，若是讲你若
球赛期间，然后国际赛期间若受伤。你可能这个时阵你就有机会摕到这保养金，会使做治疗啊，会使做复健啊，可是这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唔知影即马观众朋友吼，清楚搁会记一个选手吼，我想讲这两位主播应该拢有印象，就是杨建福。杨建福其实是伫咱台湾内底，因为国际赛受伤吼。受害上重的，大概伊去全国赛赛，最认真的拼，结果摕到国际赛摕到好成绩，结果伊等伊拍伊的职棒的时阵，这个时间伊无法度有好表现，结果到后壁伊要到球团谈薪水的时阵，球团讲歹势表现无好啊，所以讲我无法度互你更好的薪水，结果减薪减到后壁，这球员性命就职业生命就无伊啊，各有伊的价值嘛，对，价值嘛无伊啊。所以讲，我感觉讲选手其实讲实在，因拢足烦恼。亲像我以前我甲这球员工会这干部啊吼，有时阵咧台讲讲到的时阵，因嘛是足烦恼这个部分。所以讲，若是讲真正讲要让或者球员伫这国际赛时，尤其是讲因调整的时间更加又较早比以前更较早。这球员可能原在于咱讲马拉松上马拉松可能你一开始走是豆走无要紧，后壁冲刺可是讲这选手可能原在伊是按照这个步调在调整，结果。变到后边，变到因为头前要拍国际赛，结果伊头前就要先将伊强度提悬，到后边伊就会忝。拄则前身嘛有讲到，所以讲，这个我感觉是隐忧啦。因为这个部分，另外你要球员才早着调整状况，调整的状况调整甲足好的。我感觉这嘛有，佫有另外一个问题，拄则咱拢无讲到，拄则少卖有讲到，顶年。顶年11月迄届12强，其实是咱的面霸是上好的时阵。可是你到今年这6强以这时间，大家拢咧比赛，你要安怎调球员转来？有影啦吼，这才是重要问题嘛。所以讲我感觉讲，若是讲要遐乐观吼，我是较无法度啦。大家拢咧比赛吼，所以这调球员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咱回过头要来讲哦。整个的吼，咱讲台湾这个棒球已经31档啊吼。过去咱看到自这个前10档是一种起步啦吼，10档到20档嘛拄着这个事件，可能是有这个球员收钱这个部分啦吼，嘛互这个棒球分做是2个联名啦吼，尾手咧，咱看到这个部分啊嘛是真济这个球团吼，伫遐卖来卖去啦吼。31年开始是一个新的这个10年啦，咱要。看较远咧，要来请教咱的2位主播啦吼，安怎看讲未来10年，可能咱中华职棒还是讲这个台湾的棒球会安怎发展咧？希望第六支球队会当足紧就出现啦。你若讲即马后年、明年是后年就是微转升，微转会当升第5队。对，第6队若讲会当随出来，咱的。市场呢，差不多得让较好规划它。较好规划。那这接落来这10年呢，若讲会当大家头家哦，拢靠地啊，拢足深的。是。咱会当做介济代志啊。大家会记得袂？伫迄中华职棒5年到7年，第一摆。互有线电视 cable 去转播的时阵，我的公司3年9000万台票。哇！迄阵大家就讲，太有可能啦！电视转播野球，佮爱付钱哦，佮付3年9000万台票，惊死人！太有可能，迄就是事实啦。结果未来入来的时阵，因嘛是第这帮的8年到118年到10年，是因签。第一个13年的合约时，你敢知多少钱？15亿3000万，哇！平均1年是5亿1000万的电视转播金。电视的转播永远就是职业球队上重要的收入。迄合约签落就是钱啊嘛，对不？所以接落来这10年，我希望会当去看到
一队的收入会当到亿的，亿的吼，破亿啦吼，是啦。迄阵逐队的收入拢破亿。如果迄个情形会当佫出现，代表咱的台湾的野球、职业野球都有介好的未来啊。就是有在啊啦吼。对，所以第六队若讲真早会当出现，我感觉以目前即马几个头家因的6个拢盖清，所以因拢有比较好的这个未来的规划视野啦。所以这会当去期待，会当。我希望我有一天佫看会到。今日咱讨论到这个，咱讲台湾职业棒球啦，31档啦吼，未来吼，真正有第6队爱成立啦，吼，莫亲像我讲的，若是讲第5队、第6队要成立的时候，可惜无做，所以咱希望这个前景啦吼，搁较看头前啊，这回啦吼，东京奥运的这个门票，莫甲出好掉啦吼，有影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做回来讨论，感谢，谢谢，谢谢。